各位的兄弟姊妹，各位的朋友，感谢主，时间过得真紧，带领咱经过一个礼拜，这目术，这个一礼拜过去了。但是咱仍然伫这个疫情当中，真侪人也搁伫苦难当中，可能有诶伫这个医院当中咧医治，或者伫厝内伫家庭当中咧接受医治，真侪人诶生理重担、工作无工作人做，家庭困难，咱求神怜悯。咱种种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些代志互咱看去。这个圣经的预言讲主耶稣第二次要降临的时阵愈来愈近了。因为真侪这预言一项一项的发生，其中的这个瘟疫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地震各款的灾难，所以互咱信主的人搁较着警醒，要怎样做这个神的行礼。伫这个世上，为主来发光做盐，来带人来归向主。同时呢，咱也特别的为着怀伫苦难当中的人来祈祷，求主特别怜悯，互因早日有机会人来相信耶稣做因的救主，的灵魂得到拯救。这个肉体是早晚一日就离开这个世间的。但是，迄个灵魂的得救是永远的最得重要。所以，圣经讲，逐个人拢着相信主耶稣，神疼世人，甚至将伊独生囝赏赐，托因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咱盼望这个疫情早日过去，寸寸慢慢的人。通来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也互怀信主的人有机会出去为主传扬福音，将人带到羊群内面。感谢主！咱这个是三甲的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阮现代也搁活伫这个疫情当中的时阵。需要你特别的怜悯，叫勇气力量，通来借着你的福音来叫醒伫怀惊吓当中的人，怀伫迷惑当中的人，伫罪恶当中的人。主啊，阮多谢你，虽然你保守阮每一个人，但是阮也为着怀伫苦难当中的人祈祷。求主你也互因机会，通来因有机会人听到福音，来信主，来归入伫你的羊群当中。亲爱的主啊，阮特别的为着怀医生、怀看护、怀伫苦难当中的人来祈祷，求上帝你互因开力，互因健康的身躯。当来做应该做的工作，也互怀未信主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伫因离开世间以前来信主得救。亲爱的主，阮今仔日借着你的话语来带来你所托人的盼望甲安慰，求你的圣灵做工，求主。甲阮同在，借着你的话语，通来叫醒人的心，也有法人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也互阮伫苦难当中的人心灵得到安慰，得到信心甲力量。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来带领，甲阮同在，叫听到你话语的人来得到益处。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要讲的题目是诗篇第23篇，诗篇23篇啊，伊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首诗篇呢是大卫王所写的。咱知影全本圣经啊，一共66本新旧约加起来66本册。旧约呢有39本册，新约呢是27，加起来是66。那这个旧约呢，其中一部分伫有5本册会称呼做智慧诗，或者是诗歌。伫这5本册呢，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甲雅歌，这5本册称呼做智慧诗，也是诗歌。那么其中呢，这个诗篇一共这个诗篇一共有150篇的诗篇。是无同款的人所写的，来编成做一本叫做诗篇。那这个诗篇内面150篇内面其中大卫王写73篇。伫这73篇当中呢，有记载一家大卫的历史性的经历。亲像啥物呢？亲像，比如说，迄个扫罗头一个王想要害死伊就逃难然后逃难以后要伊回忆了，就将这个写做诗篇。有讲到这个伊的悔改，伊的认罪悔改，伊做了犯一项大罪上帝借着一个先知来责备伊。伊就知影伊会做了后伫上帝面头前痛悔、流目屎形容伊流目屎伤心为着这项所犯的罪伊伤心流目屎，流真侪目屎，甚至伊的床所要漂浮起来。可见伊是真认真的认罪悔改。结果伫这个诗篇当中除了描写伊的经历伊的忏悔也阁有啥物呢？其中有描写这个上帝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借着将来的一位弥赛亚降临世界，伊的救赎的一件苦难的一件经历，咱就预言这位将来的救主。所以伫这个诗篇内面有一件赞美，有一件感恩。这个诗篇另外这个名叫做大卫的诗篇，为什么呢？这150篇诗篇内面有73篇是伊写的，所以差不多你要一半是伊所写的，所以称呼做大卫的诗篇。大卫少年的时代是一个歌咏人，因为伊常常交这个大自然的接触来看见天顶的所在星球暗暝的这个天顶白落有真侪星也阁伊看到这个山山水看到这草原看见这岩石所以伊就借着这大自然来写诗叫伊的一生的经历加上其他的经历其他的人的经历咱知以色列这个民族伫千8年来经历了真侪的忧伤、痛苦、灾难土人掠去做奴才土人压迫
所以这个民族亲身的经历到上帝的拯救，有流不尽的目屎，有说袂尽的感恩，所以才着跩诗人将跩故事、将跩感受、将跩经历就伫跩诗人的笔中就诚侪一个诗章，互后来人当来吟诵，当来感恩，当来伫这个圣殿的崇拜当中，诚侪即款的仪式，因还伫咧唱唱出因的感恩，唱出对上帝的赞美。所以伫大卫做王的时阵伊就开始建立这个国家将个热爱诗歌的这个传统。所以因真侪在诗歌当中因伫咧敬拜的仪式当中，因伫咧唱，甚至因咧朝圣的时阵，在百姓向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咧行哪唱，伫遮咧感恩颂赞这位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上帝。但是诗歌这个诗篇叫一般普通的跩诗歌无同因为跩诗人是用因的信心多姿多彩的信心，叫因生活的见证所以是诚做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心路历程因的宇宙观，因的人生观，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拢注入，这条诗歌就注入伫因的敬拜当中，所以用唱歌来敬拜，诚做因的这以色列人真特色的一个民族诗，也是这个民族性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诗篇看起来亲像是一族还是个人的一个作品，或者是因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所以伫时间甲历史的过程当中这个跩诗歌就诚做什么呢？普通百姓人用来做因心灵的一款的洁净因伫咧唱的时阵，叫因的经历，叫因的心灵来唱和，所以真侪人来读到跩诗篇的时阵怎样呢？因也同款伫因的心灵内面来抒发因家己的心中的一个感情，因的盼望，甲对伊信仰的一个经历。所以譬如伫诗篇119篇176节的两句话安尼讲，伊说：我亲像亡羊行袂了路。求你来找深切仆人。虽然是简单两句话这描写一个人伫这个人生当中行袂实了路，亲像羊行袂了路，伫道德顶面，伫信仰顶面行袂了路，伫因心灵真痛苦、忧愁、重担的时阵伫伊的心灵就向上帝来祈祷，说求你将我这个迷失的羊找倒来，找你的仆人将伊找倒来。所以因咧唱一个咧吟诵跩诗篇的时阵就是唱出咱现在人的心声。虽然咱现在离开因真长的时间真久了，但是无论这个人怎样虔诚，但是因也是有行袂路的点情。无论怎样，伊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但是因伫道德的顶面，亲像一只行袂失的路，必须就有一个因灵魂的牧者，将伊找倒来挖到这个羊群当中，挖到上帝的面头前。所以这个诗篇啊，对今仔日啊来讲啊，实在对真侪人的心灵啊，有一款的祈祷，也有一款的感恩啊，也有一款提醒啊，有是诚做因属灵生命的粮食啊。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诗篇23篇呢，牧人之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伫世界顶有真侪人来好好来思考这诗篇23篇内面的意思的时阵，也得到真大的益处。伊是跨时间甲空间来向人类来说话。虽然离开咱全久咯，离迄个耶路撒冷也是真远咯，以色列真远咯。所以伫空间甲时间的隔离但是上帝也借着这诗篇来向人类来讲话。互咱读得出来，诚做咱的祈祷，诚做咱的感恩，诚做对上帝的赞美。所以当咱咧读的时阵诚做咱伫咱的生命当中即款的安慰，甲灵内面的力量。所以现在呢，我就将这个诗篇23篇6节对头到尾读一篇。来，第一节开始，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确无地高欠缺，伊互我倒伫青草地顶，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互我灵魂苏醒。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拄着海，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中，你的肝，拢安慰我。伫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慈爱均缀着我。我阁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虽然短短的6节，但是伊的内容真丰富这个大卫伊写这个诗篇23篇伊的重点呢来形容耶和华是伊的牧者是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是一位供应者，甲是一位安慰者。伊引带人行这个对的道路，一直到永远。进入到上帝的内面来享受迄个福气，所以这个大卫，有的人将这一篇称做祈祷文，有亲像主耶稣教人祈祷文伫马太福音第6章迄搭所讲的，但是有的人将这个诗篇23篇来称做因的祈祷来第一节伊怎么讲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确不致缺乏，就是缺欠的意思头一句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什么是耶和华呢？啥是耶和华呢？耶和华是神的名是咱的主伊是
上帝，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伊是万物的主宰啊。所以呢，伊是独一的真神，是值得人敬拜的。世界咱有可能看见真侪款的神，伫印度算千算万的神啊，念螺蛳、念牛、念跩动物、老狗，真侪拢是真侪因的神，跩拢是创造物。有的人用金银铜铁来雕刻一个像，然后将因当作神来敬拜。那么被造者无可能是神，创造者对无到有的创造者充满着伊的智慧、能力、权柄，伊才是值得人敬拜。伫伊的内面满有公义、慈爱、信实，一切丰盛的恩典，人的一切福气，拢伫神的内面。所以人要敬拜的是一位上帝，伊的名是耶和华。第二句，第二个词是说我的，我的。这个我的对咱真重要啊！虽然神有丰富的福气甲恩典，有满丰盛的慈爱，但是交我哪有啥物关系呢？因为伊毋是我的，伊是别人的。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啊，做福气恩典要真做我的，甲我有关系啊，一定我的生命必须得交这位耶和华有关系。要怎样交有关系呢？就是得接受伊伫咱的心内，伫新约内面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伊就真做咱的拯救，伊就真做咱的福气。伊要使托咱永生。伊要赦免咱的罪，伊要称呼咱真做伊的囝儿，有将来的福气叫永远的荣耀，听候着咱去得到。所以这个要怎做福气恩典，要怎样真做咱的，必须着伊着真做你的，真做我的。这福气叫法人对我有益，伊必须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耶和华是你的，也是我的牧者。第三个名词叫做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咱大家人知影，牧者就是牧羊人。牧羊人的责任是啥物呢？就是保护，就是引带，就是供应因的生命所需用的。一带因离开了迄个危险的所在，因跋倒，因行失路、行迷路，因负责甲伊找倒来。伊受伤了，负责甲伊抹药、甲伊扎、甲伊包扎的。因托在野兽攻击，甚至要甲伊吞食，这牧羊人就去拯救伊，对在野兽的喙中甲伊抢过来。要拯救因的生命，所以这个羊呢，也是代表人的意思，代表人。因为咱人亲像羊啊，经过行迷路，伫道德方面行迷路，伫信仰上帝的路顶啊行迷了路，所以这位牧羊人啊，必须得将咱找倒来归到上帝的内面，咱才有可能得到保护，咱才有可能生命得到安全保障。那么不知缺乏缺欠，缺乏就是缺欠。咱人这个生命有内面的，有外面的，有肉体，有这个属灵的。咱人的肉体需要食物。需要爱来供给咱的需要，咱的灵内面需要拯救，需要上帝的灵来拯救咱，需要迄个安慰，需要有迄个平安。跩
就是咱所需要的肉体的需要，叫灵内面的需要。因为咱人一个人活伫这个世界顶面啊，有真侪款的需要，有真侪重担压力，所以咱就有迄个需要来满足。但是圣经所讲的这个缺欠，伊一搭是讲个上帝要供应咱所欠缺的。圣经无讲说上帝要供应伊的羊啊，因的欲望所求的啊，这个毋是圣经的意思。因为这个人的欲望啊，是无底坑啊，欲望愈来愈多啊，就成做这款的贪心啊、贪婪啊、贪心啊，甚至犯罪啊。所以上帝伊是供应咱所需用的，毋是供应咱的答应咱的祈求、咱的欲望的祈求。所以这是上帝要供应咱一切缺欠。第二节呢，伊讲伊互我倒伫青草地顶，带我到伫通安息的水边。即搭倒伫青草地顶，甲安息的水边，是讲到一个人心灵内面啊、灵魂内面啊，来恢复过来。因为人活伫这个世界啊，有真侪的劳累，有真侪心灵的疲惫野线软弱，需要怎样？需要休息，需要这个来重整，需要来恢复。不然呢，咱就超过了迄个心灵交身躯顶面的个负荷，会重担就会内心会感觉孤单，甚至到筋疲力尽啊。所以咱看见有真侪人伫咧吐气啊，伊说我挡袂牢咯，我无法通忍受咯，我内面要垮掉了要崩溃了。所以咱常常听到这个人伊会叹息。我捌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我真善啊！”因讲这个真善啊，不一定是身躯顶面的善，也是迄个灵内面的空虚，灵内面的重担，灵内面、心灵内面的苦闷，内面的挣扎，甲内面的各种各款的压力啊。所以人若无将跩来投放出来，若无得到一个休息的时阵人就支撑不掉咯，支撑袂掉咯，伊无法通继续落去咯。所以我看到迄个人咧叹息的时阵无偌久伊就死去了，真可怜哉！咱知影这个世间偌侪即款的人需要一片属于家己的青草地，需要一片这个种个安息的水边不然咱人就会垮掉了，就会孤单了，就会空虚了，甚至行绝路了。所以求主帮助咱，要怎样有一片属于家己的青草地，有一种安息的水边呢？咱必须就亲像羊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袂伫到欠缺伊要带我倒伫水青草地顶，伊要带我到伫安息的水边。这个人就有盼望了，袂孤单了，心灵就有耶和华做伊生命的牧者的时阵伊就轻松了，伊就有人安慰了，伊就有人互伊平安了。所以这是人非常非常的需要。所以各位，伫你的生命的内面你是毋是有一片
家己的青草地？你是毋是有一个安慰的水边呢？安息的水边呢？你需要，逐个人拢需要。那么你既然需要，就来请耶稣入去你的心内，接受伊，成做你的救主，成做你的牧者。第3节，伊讲，伊互我的灵魂苏醒，还是苏醒啊？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灵魂苏醒啊！因为一个人的心灵啊，有时会昏暗、黑暗啊、厌倦啊，就行袂路。那么这个好牧者，伊要来恢复咱的迄个心灵的活泼，心灵的活动，心灵的苏醒。不然，咱的心灵若是沉醉伫黑暗当中，伫罪恶当中啊，咱的心灵无平安，真空虚，咱就无迄个生命力。所以必须需要这个咱的灵魂真昏暗的时阵伫咧沉睡的时阵，咱需要这个牧者甲咱苏醒起来，甲咱叫醒起来，搁要带咱行义路。咱亲像一个旅行者，咱出去咧行旅行的时阵，有时会迷失路，需要一位牧者甲咱指一条路，需要甲咱带路。倒咧这条路是活路，倒咧这条路是正确的道路，倒咧这条是义路，倒咧这条袂行去死胡同啊！所以咱需要有人来带咱的路啊，带到安全的路、公义的路、正直的路啊！所以有这位牧者来咧带领的时阵，咱才会行正确的道路，甲生命的活路。第4节，因为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拄着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会忠，你会乖，都安慰我，你会乖，你会乖，同乖。讲样人拢有一支迄个同乖，同乖。伊则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就是一个两边山迄个幽谷有真侪野兽，有真侪毒蛇这个毒虫伫遐，咱若去触着去咬着，可能就会死亡。这搭的意思是讲个啥物？咱人生行到最后的关头这个死亡就会临到每一个人。当咱信了主耶稣，耶和华是咱的牧者的时阵，当咱行到这个人生的尽头，要进入迄个死亡的时阵有的人真惊呀！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哇，伊得这款的 COVID-19 有这个病毒的时阵伊惊死，直哭有人说要入医院要手术伊惊哭，伊毋知影入去有法通佫出来无。所以咱人的灵魂行到最后的关头，你要去倒落有一个老阿嬷，这个老阿嬷教我唱一段歌：永远永远永永远远，你要去倒落嘅这个永远，天堂地狱拢是永远，你要去倒落嘅这个永远，天堂地狱拢是永远，你要去倒落嘅你的永远所以，当咱行到人生的最后关头的时阵，咱有好牧者伫咱要带咱的路，伫咱的心中，伊引带咱，伊甲咱同在，带到上帝面头前，伫安息的所在。所以，咱毋免惊。那这个同乖呢？是要安慰咱，因为同乖是为着拯救
咱一只羊若跋落去深沟咧，迄个洞拐甲咱勾起来，然后野兽要来攻击咱，攻击迄羊，就用迄个洞拐叫伊拍，甲伊救出来。所以当羊看到洞拐的时阵啊，就得到安慰。咱有主甲咱同在，咧保护咱的时阵，咱的心灵内面得到安慰。所以咱感谢上帝的恩典，伊伫咱的路程顶面啊，咧安慰咱，在咱心灵当中啊，得到安宁，就毋免惊。第5节，伫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即搭讲到，当咱的生命、咱的灵魂啊，互敌人攻击的时阵，来对抗的时阵，可能咱伫咧应付遮个敌人的时阵，咱身躯真善咯，或者是着伤咯。但是咱的好牧者要为咱备办迄个得胜凯旋的宴席，或者是庆功宴，因为敌人是要害咱，要攻击咱，叫咱失败，要来带咱去迄个黑暗灭亡的所在。但是咱靠着主，靠着上帝这位好牧者的帮助，咱也靠主的恩典来得胜魔鬼撒旦，得胜咱的敌人。伊最后为咱摆设一个庆功宴，互咱伫遐享受迄个得胜的宴席，叫主耶稣，叫咱上帝三合做一个。佮说落去，伊用油抹了我的头，伫咱得伤的时阵，破病的时阵，咱是心灵创伤的时阵，咱的好牧者就用油抹咱的头，抹咱的伤处，互咱得到复原，互咱得到医治。所以这是看到上帝的保护甲医治照顾。最后一节讲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慈爱，均得着我。我阁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咱做一个人需要有人陪伴，甲咱做伴，好牧者常常甲咱做伴。伫咱年纪大的时阵，年老年纪老孤单衰弱的时阵，咱需要陪伴。上帝借着伊的恩典甲慈爱来均得着咱。咱有软弱，上帝恩典甲慈爱均得着咱。咱有啥物缺欠，上帝的慈爱恩典得着咱，甲咱做伴。所以咱一生一世有恩典甲慈爱均得着咱，甲咱做伴，叫咱袂孤单，叫咱仍然有迄个安慰，叫咱内面有迄个力量，有主甲咱同在。所以兄弟姊妹，当你若孤单的时阵，软弱的时阵，你就想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牧者，伊一生一世要互我有恩惠慈爱，得着我，甲我做伴，我就毋免惊。我会欠缺需要，上帝要补足我，互我得着满足。我行袂路的时阵，伊引带我，互我袂行袂路。我伫行到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时阵，伊用恩惠甲慈爱均得着我。伊阁要带我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殿，意思就是耶和华会徛的所在，就是将来咱行到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时阵，上帝将咱的灵魂摕去到上帝遐，叫伊遐做阵，咱就毋免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兄弟姊妹，你是毋是
心灵内面有迄款的平安，是毋是有将耶和华还是主耶稣诚做你的牧者呢？到底你得到伊也无呢？你若无得到，伊是人生最大的损失；你若是有得到主耶稣，是最大的福气。所以求主帮助咱。咱看大卫王啊、大卫王啊，伊离开军这个徛伫这个世间啊，将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节啊，伊的心内啊有真安定、真有坚定的信心。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的确袂抵到欠缺，所以伊就入到上帝迄个永远的内面啊，福气的内面，并且上帝捌应允伊，你的王位啊，要直到永远；你的后代要接续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也就是到主耶稣伊大卫的后裔，伫用人的血肉来讲，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伊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啊，这个诗篇就叫咱的救赎真大的联系，伊的结局是直到永远，伫荣耀内，伫上帝内面。咱看另外一个国王啊，伊真骄傲，伊的名就是叫做伯沙撒王啊，伊是巴比伦王啊，迄个尼布甲尼撒的囝，接续伊做王。一日啊，伊请几千个人来宴客啊，你请在伊的部下，伊的在臣仆啊，伊的在封侯甲在妃嫔，伊就命令人讲，将咱仓库内面的迄金银杯摕出来，咱来做酒来兑水酒来啉哦。原来这金银杯是对耶路撒冷因老爸抢过来夺来，现在伊要将因当作来酒来互因在啉，侮辱上帝的神圣啊，真骄傲。那么伫一个宴会当中啊，上帝就伫墙壁前床头写一家字，写咧遐。伊看到真惊，哇！那有一个床头伫壁咧写字，写什么字啊？伊佫袂晓读，毋知影什么意思，就叫因国内面怀聪明人、怀术士啊来解释来读，无一个人会晓得。落尾封号则讲说，咱国中啊有一个青年人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掠来伊是真聪明的，有上帝灵甲伊同在，伊捌跩你会晓读，佫会晓解释，你将伊请来，结果伊甲因请来，这个王室要赏赐伊什么金链咯，什么真贵的职位咯，但是这个但以理毋伫遮物件，伊就向伊解释什么呢？伊说顶下写的怀里叫做你呢美内 take care Paris Parisin， 意思就是什么？伊说你的日子已经算到日咯，神已经所选你的国家的年日到今仔日结束了，完毕了。意思就是你的帝国啊，你的这个王位啊，你的国家要管理你的帝国的。到今仔日就结束了，并且有别个国家波斯人、叫马代人要接续你的王位，要成做一个新的帝国。迄暗，这个王就互人暗杀了。伊的结果是啥物呢？真可怜哉！伊有法通叫上帝同在无啊？肯定无法通活到上帝遐，因为伊侮辱上帝。伊真骄傲伊是一个无信靠上帝，诚做伊的耶和华是伊的牧者。大卫王伊的结局是则好，这个人的结局是安尼一款的情形。所以这个诗篇23篇，互咱一个属灵的假使什么呢？
伫耶稣伫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安尼讲啊，耶稣对因讲，说这就是顶摆将钱甲恁同在的时阵所甲恁讲的一个话，什么啊？讲摩西的律法、先知书甲诗篇顶面所讲的一个话关于我的代志的确要应验。意思就是诗篇还是摩西律法，还是先知书内面所讲关于耶稣的救赎的代志有一日拢要应验。所以诗篇23篇，叫有真侪在诗篇就是应验上帝的这个救赎 salvation。像讲到耶稣的时节的诗篇，讲到耶稣是这个好牧者，伊是救主，伊是根基伊是为咱死的，伊为咱钉十字架，并且互咱有新的生命伊要供给咱一切的需要伊要将永生，伊是永远生命的主伫伊内面有安慰伊想出咱迄个爱伊要带咱行人生的路程，一直到永远伊是咱的好牧者，伫伊内面有权柄，伫伊内面有盼望有一日主耶稣要搁降临来到这个世界，要互咱在属于伊的囝里面的人互咱一个冠冕荣耀伊搁要互咱光来照亮咱人生的道路，搁互咱荣耀。感谢主，这就是诗篇所要讲的，毋但对咱属灵有帮助，而且伫内面启示耶稣基督就是好的牧者。耶稣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为羊来牺牲伊的生命，为着要拯救咱在罪人，叫辛苦伊的人相信伊，诚做伊耶稣是咱的好牧者，咱就毋免惊一切，因为伊甲咱同在，直到永远。所以感谢主，咱信主的人咱接受耶稣，伫咱的心内，咱就有这个好牧者，伊是咱的好牧者，伊要带领咱。若是未信主的人，虽然上帝真好，伊要将丰盛的恩典甲福气要赏赐，但是伊交你无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无诚做伊是你的，交你无关系。你若要交伊有关系，要得到在上帝福气甲恩典，必须你着接受伊，诚做你的。耶稣诚做你的，上帝是诚做你的，在福气恩典对你才有益处。你若是未接受，赶紧就接受，因为伫这个疫灾来临的时阵，无一个人有法通肯定，伊有法通活到下礼拜。所以早日相信耶稣做咱的救主的时阵，咱通将这个重担放落咯。所以你愿意相信、接受耶和华耶稣是你的牧者，还是无呢？赶紧相信吧！咱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借着大卫所写的诗篇23篇内面所讲的话，勉励了阮，警醒了阮你会将迄个福气，叫永远的盼望摆伫阮的面头前，互阮有一个选择来接受耶稣，就接受这个耶和华，诚做阮心灵的牧者，阮就得到永远的盼望永生。因为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来代替阮的受刑罚。我若是辛苦伊的人，得到永生，就免去了迄个罪永远的刑罚和审判。感谢上帝你将今仔日这个信息来刻伫阮的心内，求主你圣灵做工，互阮听见的人真正接受主耶稣伫阮的心灵当中，得到永永远远的福气。
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